好，来继续来看花莲掠到一团专门来诈骗到香港、澳门民众的集团，因真干巧，拢是去甲迄种民宿规栋包落来做机房，倒无几工就搁换所在，一路为台中、垦丁换到花莲，用这种的方式要来闪警察。也毋过早就去有警察来掌握到行踪，做一届，甲20个人总甲因砍起来。 警察做伙喊破玻璃门，拢要去人厝内。嫌犯想要为2楼走出去，不过早就被警察包围。房间内底真侪手机啊，153支，全部拢是证据，包括姓林的主嫌在内，20个人全部拢红压起来。这受害对象大多是以港澳地区的居民为主，人数大概在10人以上。 差不多赚430多万新台票。电团来到现场，嫌犯秘的所在是花莲市一间民宿，用乞讨的名义把规栋包落来，刷变诈骗机房。厝边头尾的人听到，拢感觉真意外。这不可能啊！门禁盖森严呢。嫌犯就是秘伫咧遮套动，说想要到早就被警察看破因的骹手，为台中、垦丁掠来到花莲，即马全部被检方依诈欺未遂。 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提起公诉，上主要的5个干部各罚法，并可罚金100万。